嗯，大家晚安，敢听得到我的声？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火鸡恁的网络好厝边。今天非常高兴呢，邀请了2位 VTuber 朋友一起来今天的台语铁人3项竞赛，然后还邀请了选股当客座评审。那我现在非常的雀跃，但有一点紧张。那因为我是这个频道的拥有者，我就不进行自我介绍了。但我还是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好了，因为等一下我们的那个赛程非常的紧凑，所以那个可能就剪留言会比较困难一点。那我趁现在跟大家打招呼哈一头刘国强安安，还有马自力安安，然后海选股安安，还有阿酸安安，初郎安安，阿玲安安，月台安安。好，打完招呼了，那我们就请最左手边的助教陈先生、陈旭元先生来自我介绍吧。大家晚上好，我是梦航之都的单数员。大家晚上好 ，Hello。对，你对今天的比赛有信心吗？我就自信，哦，我的台语是足好的，我 very 欢喜伫遮甲大家讲一个台语哈，我我台语足好诶，对。哦，听得出来，你还会客语哦？你刚刚好像说翻译哦。原来旭元是客家人啊，我是一个客家人啊，我是客家人。哦，这还是有。我的台语嘛是足好诶。天哪，还是有机会换你办那个客语铁人3项，换我去参赛。哦，无问题。我也要到。太好了，无问题。甲大家做一个客家吧。好，我等不及了。好，那再我们请我右手边的选股跟大家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巴音苹果，我是巴音选股，我是来自福摩萨国的 VTuber， 我是来自福摩萨国的 VTuber。我平常时呢，讲福摩语较济，我平常都讲福摩语比较多。福摩语就是你们这边的台语啦，吼。所以今天火蛇才会找我来当评审，希望等一下的桥段不要落赛啊。因为我对那个选股有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所以还是蛮有机会看他落赛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诶，那再来是右手边这个我们的缘分里好像跟落赛蛮有关系的美少女月台。哇塞，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外台，我是我是狗3岁怎么讲？哦，3岁的狗，我无爱算，我无爱赛，我怎样大变成台语要安怎讲？赛。我们今天题目里面没有这方面的。嘿，台语就好诶。好啦，就好诶。哎呦，也是。就我知影就多大变的台语。这倒是真的。好，希望大家应该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准备配宵夜的，那就抱歉，那个联动名单就有月台，所以那是你们的问题。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大家看到就是画面上有2位的分数哈。那我们等一下今天所谓的铁人3项就是准备了3个非常精彩的小游戏，然后这些游戏里面呢，2位参赛者就会得到一些分数，然后我们最后来比较总分。比完总分之后呢，总分最高的会获得一个殊荣，就是可以把我花20分钟画的虚拟奖杯带回家。虽然我不知道带回家可以干嘛。啪叽。如果得到，我就1个礼拜都放头顶上直播。太好了，然后我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不小心把我自己锁起来了，我现在动不了，等我一下。你怎么跟人家叠在一起？哎呦，头贴，要掐卡，怎么回事？这里不是这种地方，哎呦，原来2位是这个关系。不对，又有新的 CP 诞生了吗？哎呦，原来那个组合，然后我还不能动这样，怎么完蛋了？好，这种前后组合方式啊，原来如此。这是那个今天的项目里没有2人3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好，完全理解。那
不管大家有没有理解，那我们准备好来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游戏了吗？两位？有，好没问的。题。好，两位都有信心对吧？有，五，哈，所以我们要玩什么？好，对，非常重要。我们要玩什么？我们要玩那个前阵子非常流行的、很好玩的游戏，叫做Say the word on beat， 就是节奏念词挑战。对，大家可能在 IG 都有看到过，就是把一些念起来很容易舌头打结、听起来很像的词，把它放在一起，然后请大家跟着节奏去念。我知道用讲的很难理解，那没关系，我们的好评审选股会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示范题。对，他应该蛮紧张的。那首先呢，我们等一下题目里面有这个会掐以及会掐。对，那等一下大家听到音乐之后呢，我直接放音乐给大家听哈。我们等一下会有这个听得到吧？哦，好像太大声了，太大声了吗？小一点好对，因为我这边音量跟你们的会不同步，那你们也可以把音量调。你那边调，我们这边不会有影响吗？好像不会哦。哦，好哦。对，你们可能要右键按我的头，然后对，好，那等一下我们那个音乐就是拍子一下去，我们的挑战者就要跟着这个节奏，快速的把这8个词念出来。选股，你 OK 吗？不 OK， 好来。那我趁着那个不 OK 的时候，跟大家偷偷坦诚一件事，我自己其实也有念过这些题目。太难了，我也念不起来。那还好不是我念，那我们就开始吧。好啊，好啊，好。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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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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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都错了啦，吼！哇，我认真，很厉害耶，佩服。后面4、5章就第4章、第5章落赛。那是请问今天退出键在哪里？那个我们那个很厉害耶，好猛哎！对了，搞不好一般人听不出来，因为那个声调都差不多，搞不好一般人对听不出来。我这个平凡人类来说，我觉得这已经有点夸张了。还好，我们评审很专业。我们今天是认真要玩吗？我这个我以为这个今天的目标不一样。回家。其实我跟你讲，应该叫火蛇挑战一次，怎么可以只有我？对啊，火蛇一定也要挑战一次吧？好啦，好啦，好，大家隆重鼓掌欢迎火蛇！拍击！跟我想的不一样哎，那好吧，我们开始吧。会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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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错了。最后2个错了，最后2个错了。好。会掐，会掐，会掐，会掐，会掐，会掐，会掐，会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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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比我强哎！勉强强啦。我现在表情跟续缘的很像，就是一个我觉得这2个我今天好像我不知道我今天是来就是认真玩游戏的。我觉得2个好难哦。不愧是我们首座评审，北戴北拜。我们参赛者是不是已经丧失斗志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好，那我们恭喜火蛇赢得这一次的。耶！你把你的奖杯放在头上。不对啦。我们这1个礼拜，火蛇都会把奖杯放在头上直播哦。啊，可以。我们才刚开始10分钟。好，那请2位不要紧张，因为就紧张也逃不了了。那你们谁要先挑战呢？
巨人想要先挑战。哦，还是我先来。哦，真的吗？先来压力比较小。好嗯，好。虽然等一下忘记说了，我们等一下原则上呢，就是每念对一个就会加1分。好，好，好，那我们要开始喽。好，我们可以先知道题目吗？可以，哦，出现了题目。没错。那我们等一下旭元要挑战的是阿嬷跟阿爸。那是阿嬷，阿爸。哎，发的很好哎，好，赢定了，来吧。好这样。好，阿嬷，阿爸。阿嬷，阿爸，阿爸，阿嬷，阿嬷，阿嬷，阿爸，阿嬷，阿爸，阿嬷，阿嬷。阿爸，阿嬷，阿爸，阿嬷，阿嬷，阿爸，阿爸，阿嬷。我觉得好像有全对耶这是什。么？阿嬷，阿嬷，阿爸，讲啊，阿爸，讲啊，阿嬷，讲啊。好，我发现一件很严重的事，就是题目太难了，我们可以给一次起死回生的机会。好，那个多出来的这个词叫做蛤蟆。哦，这个是这个蛤蟆，对对对，这个看起来很像港啊。啊，对，它是蛤蟆汤，蛤蟆汤里面会出现的蛤蟆就是蛤蜊。蛤蟆就是这这个怎么样写，听起来这么像青蛙的台语？蛤蟆。哦，哎蛤蟆，蛤你蟆是说癞蛤蟆的蛤蟆吗？是啊，无唔对啊，我知蛤蟆啊，我知。蛤蟆，对，它后面也是用这个在蟆这样客家话的念法不一样啊，刚刚一下没有切换过来。哦，原来如此。对，客家话哦不是这样念的，没错，客家话是港啊，对，没错。哦，啊，哦，太好了，我也学到了。好，再给我一次机会，对，很没问题高兴教会大家。 ，OK，没关系，对，好，那我们就再来一次喽，从这里再开始。好。阿嬷，阿爸，蛤蟆，阿爸，蛤蟆，阿嬷，蛤蟆，哦，阿爸，蛤蟆，阿嬷，蛤蟆，阿爸，蛤蟆。哇，我觉得好像有全对耶。好诶， OK 哦，厉害哦哎，啊，就好诶，就好诶，哎，就好太诶。狠了 OK。选股也同意对吧？好，完蛋，可以，好，我们这样总共是40分，轻松落袋，太强了好诶。，好诶，好诶开心，好诶，好，这要剪精华。刚才那边说很难，然后就是一出手就直接拿满分，完蛋了。对啊不，用这样瞎吹，我就总是要给压力的，总是要给压力的。来，压月台力来到了狗狗身上。来，请问我们的狗狗好朋友有信心吗？有哦，好，哦，有哦，哦，你就是爱画有哦，有哦，等下呜，好，那我就要逼迫你开始挑战了哦。好，呵，来，你要来挑战的题目是鹅啊跟鹅啊。我最会蚵仔了，因为我知影进蚵仔的是啥物意思。哦，你要甲观众分享一下无？进蚵仔就是大便的意思，因为蚵仔跟大便长得很像。你这样子叫喜爱吃蚵仔的人怎么办呢？进蚵仔，哎、你的头发是紫色的，你跟鹅啊有什么渊源吗？没有，好，那没有跟进蚵仔的蚵仔没有渊源，没有，我跟大便没有关系，没有，完全没有。好，观众们自有判断。那我们就准备来。有人说是故意选偶尔的吗？没有，没有，肯定没有。好，好，好，来吧。鹅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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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我没按到。鹅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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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鹅
鹅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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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鹅啊吗？对啊，鹅啊鹅啊鹅啊， ，nice nice。 ，nice 哈。选股，你觉得第4个有对吗？他一开始不太确定，但是后面2个就有找回来那个 tempo 了，对啊，要找回来那个感觉。而且他一开始讲是对的，但他开始怀疑自己耶。好，我鹅啊们等一下再讨论一下。没错啊，鹅啊，鹅啊。鹅啊，对，好哎，好，那我们再来啊。鹅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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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鹅啊，进鹅啊，进欧啊，好，还自己加字吗？选股你要给他满分吗？我觉得可以耶，而且他的跟 o 也分得很清楚。对，哦，这个我必须讲，因为之前火蛇来教我台语的时候，他教我大便的台语的时候，我有问过“偶啊”跟“鹅啊”的差别，哦，所以差在哪里？就是“鹅”跟“偶”，对不对？那个音，对，蛮清楚。对，我在进偶啊非常有印象，因为就是大便的意思。果然学语言要从有兴趣的地方开始学，对吧？对，我唔丢。大便。请问助教对什么比较有兴趣呢？可以到他台上开集南娘的，当然是做游戏，没有南娘，没有南娘就没有南娘，不要再造谣了，这些人。那正可太以台语呢道府家教，今天是南娘篇这样子可以吗？没有这篇，没有这篇，没有要加这篇，真的没有。那正太篇有吗？也没有这一篇啊，这一篇也没有啊，这一篇跟我们教室没有关系。哦，太难了。对，没有。不过为什么要这么说啊？不是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你们听我说，真的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关系。没关系，可以去开的意思。零，不是没有，没关系，就是可以去的意思，也是这个意思。拢不是，拢不是，弄不西。哇，我发现你拒绝我的用词台语都很流利耶，怎么这样啊？有啊，这就是啊，讲到点上了，对不对？情绪激动的时候，刚刚不是说了吗？啊，对自己觉得会有帮助的台语啊，就会学得特别快嘛。哦，好有道理，对不对？亲身示范，我现在觉得这些台语对我很有用。好有那道理哦。我可以提问吗？请问南娘的台语是什么啊？我怎么知道？我唔知，我唔知啊。选股有想法吗？有，可是我知道的会有一点比较歧视吗？就是比较有一点政治不正确吧，就是可能因为以前的说法会比较像之前听到那个半男牛啊，对，就是很像男生，或是很就是不男不女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对，半男牛啊，对，半男牛啊，这些内容之后都可以在助教的台上看到吗？不会，我这边不教这个。可是南洋应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也对，所以可能可以在创新词，也不一定。没有要做南娘游戏，没有。哈，没有南娘游戏的台语篇这样子。是为什么做个游戏要做南娘就算了，为什么还要特地做成台语的？为什么？没关系。如果就是助教之后真的有做南娘游戏的话，可以找我帮忙，就是台语版。不是这个，你找伊里帮忙，我觉得他看起来也很帮得上忙。好吧。你为什么这么失望？到底为什么？可以不用这么失望吗？我们可以不用这样子，真的。好吧，那好吧，我们还是前往下一个游戏好了。好。我学怎么了？我觉得好奇怪，这地方好奇怪。我很抱歉。好，然后我们等一下下一个游戏呢是抢答游戏。好的。对，然后我的音乐有点大声，我调一下。好，我们等一下呢准备了一些题目的字卡，那上面是写中文的。那等一下2位参赛者要来按铃抢答，我们准备了这个电子的按铃。对，那我发现呢，
月台已经按下去了，我们把它对不起，我刚刚看到名字上面，原本我有打狗3岁不会玩大便，结果火蛇的头直接挡在不会上面，变成狗3岁玩大便呢，我觉得怪怪的。好啦，那个大家自由判断。啊，我的角就是用在这个时阵。好啦，没有啦，那我们先把0消掉，然后我们等一下，先来试试看第一题抢答看看，让2位呢体验一下这个抢答大概是怎么运作的。好 ，OK， 那我们的第一题是，好，现在可以开始哦。好，我们再来一次好了。来，2位的手可以准备帮我放在0上面了吗？没问题，好，没问题。那我们就来没问试题，试大便大便。大便。好，只来吧。是奇怪的神叫被叫声，好可怕。好，第一题唐突出现了。哦耶耶耶耶！我怎样？我还是挡得到。答对了。啊，对，好嘞。好嘞，好，那我们在这个环节呢，如果答对一个词就会加3分哦。好喂。但是因为是示范题，所以我们就不加分了。好，大便。那等一下的词呢，先偷偷跟大家预告，里面呢有一些是跟 VTuber 常用的词有关的，所以2位今天玩完这个游戏之后呢，你们的跟 VTuber 相关的台语能力应该也会突飞猛进吧。然后还有另外一些词就是纯粹南刀靠北的，对。好，谢谢，对不起。好，希望下次还可以联动。那2位有信心吗？我们准备要开始喽。哇，好，开始，来下一题。哦，好，请助教作答。捞盐。哦，选股，你觉得呢？我觉得如果说以纯文读这样子，我觉得是 OK。哦，只是说对，留言这2个字就是直接念捞给，我觉得是可以啦。对，应该说后面那个老是我白读啦，可是它发音都是正确的，我觉得可以，可以啦，可以。怎么听起来很勉强？那通常会怎么念啊？我们会说比较常见的话，我们会说老威，就是硫化的意思。没错。哦，如果说我们直接用文读，就是说，用这些文读的话，我们会用留言。留言。对，留言，这是全文读啊。如果老是是白话音，就是变捞言。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勉强过。不小心各对一半了。对，刚好刚掉对。老威跟老威，我们会比较常说老威，有点像老威后瓜，对。老威呵，老威恭维威。OK。非常唐突的分享，就是我之前有跟其他也会台语的 VTuber 聊天的时候，他台语其实也蛮好的，对，然后他也是讲老言，他也是完全就是讲跟助教一模一样的，所以我想这个确实是有人讲的哦。对啊，应该是会有，没错。刚好100文，对啊，那个一豆有讲，一豆留言讲100文，对，前面是100。好哇，这个我觉得我打一就好诶。对，就高诶，就高诶，就高诶吼。好，这时候就要说看你多高，我们来看下一个一个。火蛇抢答哦！好，我可以抢吗？哦，我要出手是不是？好，如果2位都就是太客气，我就出手，是这样子哦。这次偷偷跟我讲，来不及了，我抢到了。好聊天室的话，我会说开钢石。开钢石。开杠色。抬杠。因为聊天就是开杠嘛。然后室就是那个室，办公室的室。对。没错。也有人会讲，也有人有一寡腔口也讲室啊，就是室啊。室啦。
对，开聊天室，聊天，你讲聊天较量，我们说那个叫较量嘛，就是照着念，就是聊天室。啊，聊天室，聊天室。一般咱台语不会讲聊天，比较少了，应该不会有人这样讲吧？就是用开杠，对对。抬杠哦，抬杠室，开杠室，抬杠室，呵，没问题。我记得抬杠室。聊天室的那个 K 是不是不发音啊？那个就是前面你说最后一个 K 字吗？线吗？第一个 KHA 哦，没有，还是有。有吗 ？KHAI 开头是科，你就把它当成科。开，对对。抬杠。对，那是有送气的，就是科开杠。对。有人问会说开杠还是抬杠？我其实都只有听过开杠。哦，这个很好玩的东西。哦，我觉得抬杠会有，可是我跟你讲，你们去查那个很好笑，抬杠这个词收录在哪里？不是收录在台语词典，收录在国语词典。啊？为啥？什么意思？真的，我觉得很荒。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这样？我觉得有一点荒谬。对。所以是国语词典里面说它是来自台语的词。对对。啊，但是台语词典没有这个。对啊，台语词典应该是开杠吧？啊，原来如此。我不确定啊，这一点我有点不确定。但是我之前看到有人在讨论说，竟然国语词典收了抬杠这个词。哦，所以其实应该是开杠。开杠，对。开杠。哦。现在不能提示放画面，不然就是我已经找到那个页面，真的他就是写抬杠。跟台语的抬杠有一点不同啊，但是就是他真的有收这个词的，可是他是另外接近的意思的。原来。好 ，OK。学会了，学到了，讲太久啊，赶快下一个。好，没问题。我们赛程紧凑，来，我们下一题是。哇，这很适合我，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念。对啊。那个没关系，不一定是照念哦。言上可以会因为会可以被火，不是会。对啊，我只要拖得更久，聊天室就会偷偷跟我讲，会，我姐会修起来，刚才在，可以，我也觉得修起来可以，会修起来，我觉得可以，对。因为我们好像有时候，中文也会说烧起来，我觉得都有通。而且言上好像在日文本来就是烧起来的意思。日文怎么念？我不会。但我知道这是真的有火烧起来，也是这两个字。这个词如果说你照字面，就是你较量，就是养凶或者是养凶啊，养凶。如果说我之前看人家讨论，我觉得有一些不错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棒的，就是德惠或是德惠修。一直网络上德惠应该是会瓦严呢，就是它在网络上烧起来了，那个火很旺。大火烧。德是什么？德惠修。对。德惠就是着火嘛。着火，对。就是着火的意思。德惠。这不是我想的，不是我看到人家这样反，我觉得蛮不错，对，跟大家分享，很有趣。好，大家可以学起来。德惠修，学会了。没错，德惠修。德惠修。那我们马上来抢下一个。啊，忘记，对不起。好，你们可以抢了。结果我才是落赛的。晚了一步。我呆。观众吗？旭元要不要补答？对，观众。不对，不对，哇，差一点点。第一个字大家都会，第二个字大家就会有一点问题。那我可以抢吗？再一次，越来再一次，越台再一次。猜到对为止吗？人家讲别的对不对？观众。不对。不对。观众。
不对？就请火蛇念一下好了。好，我都说观囧囧哦，囧，观囧，哦，对，囧哎呀，观囧，嗯，哦，观众朋友，观囧观朋友，众朋友，嘿观哦，众观众朋观友众，朋友，观嗯，众朋友，好，朋友各，位原来是亲爱的安尼观众朋友啊原来是安尼，对，你们可以学那个以前的那种节目，都很闽南语的台语的节目都很想说，哎，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来，接过来，看这，哦，就是观众朋友，哎，选股其实真的是脑中是有那个声音的，但是发不出来这。个声音对不对？啊可以把它挖出来，观众朋友观众，观众众朋友朋友，啊，观众朋友啊，因为台然后语只有两有一个是观囧这样。对，观众，哦，那观众朋友会变调，念的时候不太一样，对，就跟蚂蚁一样。啊，对，跟中文的三声一样，没错，对，台语就很特别的一个特性，就是所有的字，就是后面如果还有其他字的话，它的声调就会变，所以这也是台语很难学的一个地方。对，原来如此，没错，观囧，观那我们就众，赶快来抢下一题，奥吉德，呵，哦，真的假的？好快哦！有个是我来， ？10咯，哇，哈鸡哈鸡，分手是那个字是不是麒麟的那个对，麒麟肉，嘿，吉利吉肉，麒麟肉？嗯我，有个朋友也叫这个名字，对，我有个台语很好的朋友也叫这个名字。他好像也是我朋友。日语啊，日语是不是好巧也是？好巧，好，巧，世界真小。对呀，哎，日语我不知道哎，我日语其实不好。我也不确定，对，嗯，我要偷偷在聊天室刷月台天才，自己当自己的水军哦膨。胀了。好，然后我再分享一下另外一种讲法，就是登暗肉，就是暗棍的暗，登暗肉，就是一样，就是暗棍就是脖子嘛，暗棍，暗棍，那就是登暗肉，就是也是像长脖子的鹿的意思，对，登暗肉。啊，阿罗，登阿喽，哦，那个是有一个嘴巴闭起来，对不对？灯暗登暗肉，嘿，对，登阿喽，阿罗，登暗肉，嘿，登阿喽，哎，下面有人在讲那个日语，火蛇要不要念一下？哦，是考我的日语吗？日文日文也是 Kilin 哦，Kilin 哦 Rock 是吗？一定知道麒麟以及风壁炉而已，我也是。哦，那我在啉，少数会的少数会的日语。结果都是喝酒的时候用得到。好，知道了。要不然然后肚子吃坏了就说我看摩托阿里亚，阿里嘎多，哦，就没有这个台词，台湾人不会讲，都会自己接。有啊。之前看到人家都说怎么分辨就是是否是台湾人啊，分不出来是韩国人、台湾人，他就讲这个我看摩阿摩托，多，阿里嘎多啊，嘎摩多，会的就是台湾人，会接阿里嘎多就是台湾的。对对，会接阿里嘎多的是台湾人。嗯，我们刚刚有帮月台加分了吗？好像有。好像有哈。有吧？好，但是要给我多加几分，我也不介意哦。还不可以哦。那我们就下一题吧。呵，来，哎，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呵，相信自己，请就完了，就完了。抖内，哎，我觉得没问题。哎，我觉得你的声音可以再歪一点，就是你把它歪一点歪一点，对，你把抖内，台语化一点点。台语化一点哦，我想一下，要再会靠哦，Cookie，对嘞，好吧，如果火车来过就过。我觉得上一个版本比较好，但上一个版本我觉得可以耶。岛内，好像可以一下吗？其实我觉得开始讲的抖内就可以耶。德内，嗯，就是斗内本人吗？好就是英谁？文啊，直接英文把它那个日语化，就日语的英文，然后再直接用台语的方式把它念出来，这样子。嗯，因为我们
中文讲斗内其实也是直接从英语拿来的，所以对应该也可以比较办理。嗯，本来就是啊，没错没错音译的。词。对对对啊，不过这个字啊，后来也是台文化的，也是蛮多种说法的。那我们就以下简短的就是分享一下，就是斗内有人会说赞助，就是赞助了哈。啊，我有人讲走赞，干那嘛有。哦啊，这个是对，这个是比较直观的说法。还有一种叫做吊虎，有没有听过？吊虎，调虎，吊虎，好像也是日文汉字来的耶，就是日文的捐款，好像就是中文是寄付，寄东西的寄，付款的付。哦，它有一种说法是比较没那么适合 VTuber 用，但是我们常会听到就是 ON， 啊，今日这个些火蛇 ON 的嘛，这免咱改的，这火蛇 ON 几个，是突然听起来好台哦。ON 几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办会餐，然后火蛇他很有钱嘛，他就赞助一桌，我们就记得火蛇 ON 对，就是对对对 ON 是不是日语的啊？日文应援吗？有的讲 ON 或是讲 ON 都可以，对啊，一个是第九调，一个是直接第一调这样，啊，对啊，都可以。原来还有一个是稍微有点比较触鼻的啦，就是跟宗教有关系，可是讲啊，咱来甲火蛇添一下油香的哈，就是添油香，就是香油钱，就是给香油钱的意思，叫添啊，火蛇啊，今麦开去给庙啊我，听得懂有一个天，那后面两个是什么？啊，油香我听的一个是天，油香，牛香，油就是油，因为在庙里面点火是那个是要用油，对不对？香油钱就是倒过来哦油香，油香，哦，油香，对对，油香，天油香，还有香天油香，哎，所以这个是比较学会了，比较特色化了哦。比如说以后火蛇可能开了一间台语宫无吼，哎台语宫哦，欢迎大家来添油香哦。火蛇给你这个给开始一个，我不得讲开心耶，不要乱来。人家添油香，然后抽签抽签无啊，叫来火蛇改一下签诗的啊，你今仔日这哦安那多安那就是这样子。有那个氛围了。好，有我没有预期的氛围。好，香油香，洋油香呢，很有氛围。赞，谢谢，请大家帮我的那个五脏庙添一点香油钱，有钱才能吃饭。好，那我们来抢下一题喽。二呃啊呃，啊，我抢了。我在想，哦，我听过蛮多种说法的，但我会说抽害刑。害害行，心，害刑就是也是偷日文的那个还心偷过来。啊，抽就是第一次要说还行吗？啊，还心是这样念吗？还行，还行，我不会念，反正就是配姓啊。他们那个啊日语的念法，日文的音之间那个直接偷来用。今天是火蛇公主仇害刑，哦，害行，啊，害行，没错，灰霞公主，丑害行，跟灰姬公主今仔日仇害刑，大概来灰姬公主主，我是公主哦。求害行，不是我故意念错了，你下面公主，你看留言啊，应该要讲公主啦，我故意念错公主哦，她是公主其实是啊，要念台语要念公主就是公主。可是你们看留言区，灰姬公主，哎，对啊，怎么会有人在聊天室打火蛇公主呢？真是的，因为谁啊？所以我故意念灰姬公主了。这个约泰7013谁啊？对呀，怎么会有一个盾牌在旁边？好奇怪哦。有人说抽害型，安尼干掉，对，就是这个音，就是这个音。丑害求行，害行，丑害行，但害行，也可以有别的说法，比如说讨一拜哄赏也可以。奉上，对，哄赏
所以如果普通的就是亥星吗？不是第一次的配星是亥星吗？如果直接用我刚刚就是那个逻辑去偷日语的话，就是这样，亥醒。亥星所以其哦实亥醒就又是算学到一招日文的音这样子拿过来用的感觉。对，但是词义应该也是一样的。亥醒亥星哄嗓也可以这样也是日文偷来的，也是日文哦。直接念汉字，对，哄对对对。哄嗓蹦塞以前的那个电视或是广播，就是老一辈的讲，我会直接说，嘿，直接在哄嗓。嗯，嗯，没错。好，蹦塞，那我们来挑战下一题。呵，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吗？呵好，请作答。 ，You biu，第二个字修正，好，给他给第二个字，修正一下吗？对对对，挑战一下。哎，好，我想一下怎么修正哈啊，这个，想一下有什么字是很类似的。哎，有人说你会、欸，我会吗？我会吗？这个助教会吧？助教加助教油！加油啊！九标，哎、选股觉得呢？好啦，好了，哎呦，九标吗？当然是会过，对，九标，那月台对了，应该给要给月台是不是？可惜，哎、应该给可是月台。可是我是看聊天室的小抄，哦，那应该是给续缘了，九标啊对，都行都行，因为那个字偷看小被抄念掉了。好啦九，标，无恁小本甲五村，你们对分好了。一人半，好哎、哦，我没有想到会有点五哎，跑板了，等我一下。就跟没有想过人家抢答的名字会有7个字一样。对啊，我哪知道、啊？ 3岁不会玩大便，有时候一人分我们一半。哎，一人分一半，后面还有一句耶，你会吗？某阳婚什么的感情较袂散，钢琴哦，那我不会后面的。他被耍，就是感情不会散，一人分一半，感情不会散。太好了！我相信助教的台很适合出谢谢大便的题材。哈，那个你们等一下再处理哈。那我们下一下题面。对啊，为什么？那个火神，你有其他的讲法吗？啊，我们回来，我也都讲九表哎，哦，九标。对啊因为九我之前是在生活当中有听过人家会讲，就是但是类似的意思，就是苏给酒，就是哦，苏给酒，也是直接偷来，九给酒的，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对，怎么感觉出现在8点档？迄个很够啊！我想看买我的schedule就来跟你讲。哦，原来像那个给酒，台湾龙卷风、霹雳龙卷风里会出现的东西。没错没错。好，那我们来抢下一个喽。虽然刚可能有人偷虽然看到，跟现在完全没有关联，但那个好像台湾龙卷风，还是台湾龙卷风啊，说霹雳火啊，有自己的游戏，感觉那个也很适合。哦，最近开始可以试玩了。对，这就可以试完了，这边也推荐大家，喜欢台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霹雳火。好没错哎，跟他们建议一下，把好这个词收进去哈。对，哦对，schedule 吗那？点资讯栏里面有专属链接，没有哦，对没有，没有。纯火蛇888享有95折优惠。不对，火蛇888那个火蛇888我们立刻登录就有大礼包。没有，登入就送你10星刘文聪。不要造成那个开发商的困扰。好，写信给开发说，好想要看到陈火蛇工商这一款游戏哦。开发商就说：“哈，他是谁我丢，我们丢。？”好了，我们就在这个一阵混乱之中，月台抢到狗3岁不会玩大便，抢到了这一题。对狗3岁不会玩大便，要来答题了。来，饭友嘛，朋友，哇哦，nice ，nice， nice play，对哎呦，就是太厉害了本日，太厉害了，月台。太好了。这个饭友是华语词吗？就是它本来是应该哦是华语，本来应该是还。是日文不是这样用的，还是怎么样？哎，这我不知道哎。我要偷偷刷月台天才了，在我们好之，间。
还是选股，你有想到太神了，太神了。其他的说法吗？我是用白话的角度去想，我是个想用加崩盘，哦，因为加崩我们台盘，语喜欢用盘，对不对？加崩盘，盘就是那个伴嘛，伴真的伴伴侣的伴加。崩对对对对对，哦，这我自己想的。加崩盘听起来像陪你去吃饭的朋友啊，也对啦，也对。也是啊，哦，听起来也挺有道理的啊。好诶，那大家可以选自己比较喜欢的。嗯，好，那我们来抢下一题喽。呵，啊，好，诶，能杀起狗有人要相信自己吗？高，哦，来，我来，来，请单一完来，一两好两三四五六七八九搭啊，十两机球，第一个字有对，完成了25%。 25%哎，吗？不对，哎啊，对对对，机球，也对啊，记也对，记记记也哎咋跟记2没有对吗？嗯，一两机是十两机球，炸鸡吗？还是没错没错，是杂鸡。炸鸡？乐坛要挑战一下吗？炸鸡鸡头再一点点，快了，快对了，炸鸡鸡，这是什么还没有出现？炸鸡鸡，哦，快点快点，然后是快炸你是不是强势啊？炸鸡鸡糖吗？那我们我想起来了，哦，真的假的？来来来来来，那个香肠念 N 球，所以是炸什么来着？炸会机球，炸鸡哎炸炸机强，哎，我这样觉得可以算对了啦。真的哦，那就3分都给。虽然不是习惯用法不是这样，但是他至少就是凑对那个字音。啊，好，没问题。强丢对，嘿，N 强的强嘛，好，那我觉得也可以给月台一些分呐、因为他刚前面3个字是他讲，就是前面2个有字他念对，还是在1人一半，哎，分一好下分一下。我们再分一好下。哎，天哪，我们再分一下，分享的快乐哎，那我先3分扣回去分。享的快乐对，胜过独自拥有。有。至今我仍深深不要接这个希望助教之后会分享给我看一些小奶量的部分不。是没有就没有，我这边也很想分享，我哎呀，我这边也是很想分享，但我就没有，明白吗？我就没有。这首歌搞不好有那个年轻的小朋友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对啊，我不知道，我没有听我也过这首歌。不知道，我今年3岁，我不知道大。家都开始不知道了，我是狗完蛋了3岁，我很难得可以讲这个。哦，你没有在怕被人家讲老的，是不是？对了，我没有关系，但是终于可以拖你们一起下来了。哦，不是，我们先那个，哎介，绍一下讲解吗？对对对，对的，我有查到2种说法，就是第一个是火蛇，他有提到的，就是他有查到就是这比基等，嗯，那我们字典的教育部的词典呢，教育部的台湾台语常用词词典是收录十比基等，哦，是鸡哦，基等跟十比基等都可以，对对。哦，第一个是火蛇提供的答案，对 ，OK。好低等，但大家不用太担心，就是这个词呢，平常也用不到，就只是来考你们的，对。好，我们来没问题讲下一题啊，这个用得到，完全学会。感谢小师妹30块赞助血压药给评审血压药。也要感谢感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平常要注意自己的心血管安全啊，大家。也谢谢社畜1号150块，谢谢谢谢血压药谢谢社畜1号感谢谢谢。然后这出1号的血压也是健健康康。我们现在血压经费很多哦。好，下一题。啊，相信自己。我相信续缘一定会。好，那就让我来。好，请。又玩好，首先我们先拆分一下，第一个字嘎的，所以是嘎哦，啊，嘎，然后
最后一个是腮乎，所以是腮，所以重点是中间那个字，该塞嘎给腮，嘎给鸡腮吗，唔对，其嘎实你不给塞一定要照字哦，你不一定要照字，你可以照意，就是哦，造诣，字，对，你可以觉得什么意思可以哈买塞，嗯，不一定要照片面这样念。哦，有点道理，它可以是剪片师，所以是嘎片腮，哦，你有办法念另外一个音吗？你的片可以换一个音吗？片换另一个音，pen pen pen，片加 pen 加 pen 你有听过我想一下影片的台语？你有听过吗？影片的台语，好像没有。哦哦哦，片 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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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什么？吗？呀对呀呀 pen 鸦片鸦片，不是鸦片，不是阿片呐，不是鸦片，不是鸦片啊，你鸭呀什么？鸭皮吗？哦，啊，对，赶快抢答3个字连起来是什么？哦，嘎比赛，嘎比赛，啊，续缘比较快去的，比较快续。缘，哎呦哎嘎呦，谢谢对对对承让，因为他也搞2个字出来了嘛，对，嘎屁塞我觉得可以啦。嘎我也觉得嘎屁塞，对嘎他没有固定的塞说法对，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可以的。嘎，因为我自己也是想这个嘎屁塞，还是看一下火有没有另外的想法。哦，剪片我也是讲嘎片，但是好像剪辑师我比较习惯讲剪辑。可是我想想，我会说剪辑书啦。对，真技术塞跟书差在哪里啊？哦，这我怎么知道？哦，所以是为了你是说书对啊，书还是书？书老书的书书了哈。哦，嘎屁书，我觉得都可以，书跟塞应该都可以。应该有嘎通通。屁书，塞是腮乎是给那个有专门技术的人，所以叫腮乎啦。对对对。哦，那感觉塞很顺哎。对啊，书的话是有点像是直接文读这样。对，嗯可是我个人的用法，我觉得都可以。我个人的语感，我觉得都可以。对啊，嘎屁书或是嘎屁塞，对，嘎屁塞，嘎屁那鸦片是阿皮吗？嘎哇嘎哇不是阿品，阿品，阿皮阿片是那好像以前会写阿片嘛，其实是写对对对对，阿品。嗯，嘎屁那个我来提供一下那个教育部的台语词典，它是剪辑，它是直接念剪辑嗯，真几啊，剪辑吧，剪辑剪啊。如果剪3个字，我可能就会用剪辑塞或是剪辑书。哦，真几直接照念的话是这样子，剪辑。啊，有几种也刚刚嘎夹，就是剪接嘛。嘎夹我好像比较常听人家讲嘎夹，哦，嘎跟夹夹起来。啊夹开，嘎夹。啊虽然嘎夹我会想到的是果汁กับ嘎夹。哦，果汁嘎夹是什么意思？那个阿莲说应该是阿片，阿片阿片阿片。哦，我刚刚脑中一直都是剪我片师这样子的，也可以讲啊，你直接讲那个片书还是片塞的啊？应该都听得懂。啊，对，都听得懂。简写又个片书，好剪我的片师。好，好我觉得可以。这一集有点久。没事。但我觉得刚刚这个真的是很有趣耶。我本来都讲真技术，但是听完旭元讲了之后，我比较喜欢他讲的。我以后应该会讲嘎pin塞。他跟我家，我自己在想，我今天在做准备的时候，我也是把它想一个嘎pin书，对，或是嘎pin塞。我不管现在提出什么，我都要立刻抢答。好，那来了。哦，换你，好，那对我了，降落。换你表现。你真的是先抢再想哦。最近某某 VTuber 的原创曲里面就有唱到这2个字了。哦，哦，考验大家有没有在见听同行听同行的歌哦。如果是楼吗？楼的。乐港不一定要港楼吗？
杠我觉得可以过了。好，港乐确实有这样说嘛，杠了，哎呀，港乐嘛，杠了杠了。刚了，杠了那如果你还是有其他念法照一般变调，念杠乐了。杠了哦，对，我想说，哦，是杠了，刚了，我想说这边是不是要停声，就是杠了就是港的你降下去。你倒要杠了，就是你慢慢降下去嘛，杠了。哦，哦，但是慢慢降下去，对，杠了。不是我是一个例句啦，我觉得杠了或是杠乐应该都可以。哦，有人说陀拢会螺，使，拢会使，陀螺是拢干会使肉，有点像，刚了，干肉，哎呀干肉是有点像，干肉有点像。 ，OK 啊，这个分数可以给月台，我觉得。好，抢没问题答天才，已经给了，已经给了。好，那我们来这题好，我们的最后一题来，请两位就是决一死战，有到这种程度吗？好，来吧，好，哦，来请这我知呀，这个讲错会心结哦。蓝灰记，哦，哦，对哦，是哦，来我知呀，这它第题八调蛮高的，很多人问，灰记，灰记，会晚了一步记啊没有按到，哎，那个记啊，就是脆记的记啦。就是还有一首没有，我没听过这首歌啦，但是有一首歌叫《拉记》，也是那个记，同一个记哦。哦，鸡，好奇怪，为什么没听过啊？对啊，为什么没听过啊？好，我阿公有放这首歌，因为我听过，阿公吗？阿公吗？有直觉啊，马上就警觉了。天哪！这首我阿公放给我听过。好，那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3项挑战。好，好，目前是月台领先我以为会考程序员的台语，啊，程序员的台语怎么念呢？程序员的台语其实蛮难念的，蛮难的我只会念。哦，我其实有先查字典啦，是对呀，要吧，对，是单休完单休管，休其实那个字是再说一次休，台语蛮难念的。对，你单你再说一次。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来，单啊，我一个字，单休笑又笑完玩玩管单管又玩那个有个玩单笑玩哎，跟刚刚那个歌一样的玩，哦，玩玩玩玩，基本上单玩把台语那个又玩大家觉得最难的一些声音都有在里面。玩，入声呵，我知，阿公你赶快，对啊，有人说助教快学起来可以自我介绍，真的。玩，大概是我单休管了。你好，我是赶快玩啊，为什么？学鼓的那个风格感觉跟我认识的助教差好多。之前有人跟我讲说，你如果台语不好没关系，他可以加入2个魔法，黑魔法吗？黑魔法第一个是拉吼，就是或是吼，好，吼，然后吼，嘿，然后还有就是有，嘿，唱啊，只是加这些语助词之后，人家会觉得，你好像听起来，大家刚刚北拜哦，安尼晓，安尼晓，你晓我晓，我阿会啦吼。然后，那陈月台的台语要怎么讲啊？单台，对，单挂台有人会念鬼台，对不对？还是都有，字典2个都有。我现在发现这边姓陈的人很多哎，对啊，基本上有3个。意外，选股是家族你是姓八还有音吗？还有陈选股，上官不要哦，对，你是对，同乡，我是县雄官，对，原底是县雄官。歹势，我有看你，有看你的仇害型跟问这种问题。没关系，好，赶快下一个回合吧。对，好，我们很紧凑的，那我们来比今天这个可能是最放松的游戏。好的，这很好玩哦。这个叫什么？这个中文叫菜园、果园、动物园啊，但也有人说叫做给我一个 temple， 对，不是给我一间庙，就是等一下呢，我会好烂哦。等一下，会使啊！你当倒头前的梗啊吼，你就是人爱回前天，无即摆咱是咱火之宫的公主，公主啊，公主跟公主，比较悠悠。好，那等一下我们会4人同乐就对了。那
这个游戏是这样玩的，就是我等一下会说菜园、餐园、龟鸡园，然后紧接着呢就会说出一个类别，对，类别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动物，对，那等一下我们就要轮流讲出一种用台语，当然用台语，因为是台语铁人三项，我们就要轮流讲出一种台语的动物，不是讲出一种动物的台语。好，那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就开始喽没问。题。嘿，没问题哈。好，没问题。那我们开，然后所以第一题就是台语哦，还没吗？哦，不是，不知道是不是？我偷改一下顺序好了，这样那个你们觉得应该会比较刺激，对吧？好过分，我要改顺序吗？改顺序。改顺序。好，好，sorry，按不够快。好，那我们准备开始啦。好，等一下我们刚刚顺序怎么样进行的？啊，对对对，最重要的，我们的顺序，我等一下会说菜园、餐园、龟鸡园，然后我就会念那个类别的名字，然后再来就有选股第一个讲，然后再来是有选股右手边的月台，然后再来就回到月台的右手边是续缘，然后好的再轮到我。好，好，对，请大家假设我们头尾相接。好，好没问题。那我们开始啦。菜园、餐园、龟鸡园，职业护士、老师、腮胡、片西、医生、哎呀，好，抱歉，放枪了啊！忘记讲怎么算分了。对，因为那个我们是裁判嘛，我们是无敌的。那个如果月台放请，那个续员就会加5分。那反过来，如果续员放请，月台就会加5分。好，哇，你快超越他了！来，我们再来。哦，哇，分数即将图反超。书馆馆员是怎么念啊？斗斗书书，馆，对，主观观玩，图书馆玩。有点哦多字。观玩。哦，按你这样子，这样倒起，你可以倒很多美术馆、艺术馆、哎，真的哎，观玩。很多关玩，哎，这个馆，偷补关还是关玩。等一下哦，那个顺序要不要换这边也反过来？比方选股开场，然后换火蛇，然后再换我这边，好啊，可以啊。轮流当第3棒，哦，好，这样比较公平哦。这样会比较公平吗？会有会有。哦，好啊，那选股念我来按。好，念什么？念就是菜园、餐园、龟鸡园。菜园、餐园、龟鸡园那个，好 ，OK。好，菜园、餐园、龟鸡园，地号名。婚林、表里、台北、屏东、邦桥、塔告、台中、台南、大甲、丙当。哎，我讲过了。哎，你讲过了吗？讲过了吗？完了。对啊，屏东啊，哦，屏东是屏东。他要讲屏东。哎呀，对，这样完了，还没有注意前没有面讲什么啊？好，帮月台加分。哎，幸好重复了，不然我刚才也不知道要念什么。对，这题非常难呢。哎，刚助教有说苗栗对不对？哦，苗栗好像是苗栗，对不对？苗栗，苗栗哦，是。好，助教还敢不听课啊？不是，这个要想自己的就很难了，没有什么时间听别人的。真的会一片空白哦，非常困难，请大家跟朋友一起玩，很好玩。很难哦，你们没有在台上，你们感觉不出来，这个很难哦。真的。助教偷打狗，等一下。太坏了哦，狗吗？就是高雄啊，打狗就是打高雄。狗，打狗就是高雄啊？打不怕吗？不是，打狗，你要直接照文读，直接照文读。哦，不能哦，打狗不能怕告。不行，不能怕告，怕告是错的。怕告就是打我。对，怕告就是在贬月台，因为大告是为了要合那个日文的音嘛。哦，他是为了要告是日文的音哦。他好像原本是原住民语吗？
这个某某 VTuber 的这个原创曲哦，告里面也有吗？打告哦，哦告告，不是月台。不是，啊，你我知啊。好，那我们来，那所以再来下一题就是我念对吧？好，那我们来喽。返回来。对，那就我，然后选股，然后月台，然后助教。呵，呵，菜园、田园、果子园，色水，乌色，昂下，比如啊比如颜色的意思。颜色的古灵色，啊，固定线吗？我有点古灵色，好，给他过。咖啡色，干嘛色？青色，哦这可以，青色可以。谢谢。哦是，我讲过了。哦，色冰棒，头一个，再想一个，哎你再想一个。我要给你一个想一个，你再想一个。白色有人讲过吧？好，可以，白色。白色可以啊。蓝色，鸟翅啊色。哦，你要其他色，粉红啊色，哦，哦，水哦。我感觉它要爆炸了，放弃。啊！它等下头爆开。哦，那个月台加分。好，哎，没有了。越来越难了，越来越难了。你要其他色是什么色？鸟翅啊色就是铺色，就是好灰色吗铺了，就是灰色了。铺线啊，铺色就是灰色。我刚刚打开 YT，然后在那边就是往下一直滚，然后想看到什么颜色，我发现我刚刚一直在看聊天室有什么颜色，我桌上有什么颜色。开始看旁边的人有什么颜色。对，我刚刚看了我旁边的直笛是粉红色的。哦，好，那我们来念不是念，我们来挑战今天的最后一题好了。那魔王题就哦。换选股来念。那我先翻过去耶。好来，好难哦。好啊。菜园、田园、果子园，台语歌名。没关系，我们一个人有30分钟的时间可以想啊。太好了，这么友善。天哪，谁准备的题目好恶毒哦！换谁啊？换谁啊？选股要讲一个不是换我吗？的吗？不是啊，我是出题的人呢。啊，是我念啊！好，我还有30分钟，等一下金包银。台北不是我的家。对对对，你着啉奶。这首歌叫台，那首是台语歌吗？志明与春娇。志明与春娇应该是台语歌吧？它里面很多台语。那是台语歌，那是台语歌。开刚写有人在提示了，给你很多可以偷哎。赶快偷哇吗？偷哇对。哇，那是明仔载。哦，会使哦，会使。我吼伤心酒店。哦，我无说一徛着银行的马啊。是哦，是哦。哦，明仔载接过来。哦，哦，会使啊。我看新来有针。母乳。上水的花。赶快看那个聊天室，赶快看聊天室用台语念出来就过了。超多的。知情玫瑰花。好，七姐。刚没赛。你爱用台语聊。激情男子汉，激情玫瑰花。男子汉会使，激情男子汉。有。好，袂台来。阿嬷的话。5月11日播。卡架。反正我
我在思索我听过什么911的歌。不会听911老歌也哦，没有听过，阿公放给你听的啊。你阿公阿公，阿公，你放过什么听？单类的会晓无单类的紧？哦，单位做这呢？真新卡贝贝，哦啊，哦，不算，骑白马里面是有台语的吗？它是有一段啦。一句啊，一句可以啦，他也是一句有台语啊。好，我们今天有一段有台语，就给他算好了我知影，欢喜就好，啊。哎对啦，心海海，顺了事了解。对，心事啥人知？红金桃，快乐鸟日子，好啦，台语歌啦，台语歌伊是台语歌呢？对啊，他是啊，一起啊，他只是歌名是中文。对啊。好，中间有一段那个什么鸭头对波巴塞卡塞那嘎抓个台语，嘎抓，嘎抓丢台语，阿头地道目屎加抓加抓无味，老公公保庇哦。我唔丢啊，一起台语啊。哦没听过，没听过，何必没听过，哦没听过。我这个是我阿知影公放给有我我听的。是啥物。够爱你一摆，啊，哦哎，呀，哎，咪呀咪咪，无注意到你在流目屎。龙榴莲，龙榴莲，哇，哦对哦，水，这样乐团就可以接下一首了啊。够有啥物？啊做这呢跟他同系列的。他超多同的。系列够有龙珠回头，嗯哎，呀，没了，对啦对啦，我好不容易想到2首，我嘎，爱情比你想的更加伟大。不可能在我这边放情吧？那个德泰路哦，看到聊天室了。啊，那是要给助教的。是恁周公十八，恁的老周公放回听。想一下，萧煌奇一定唱过什么台语歌的？超萧煌级奇还唱过多什么？啊，你都没得看啊，新歌。我好喜欢那首。哦，你都没得看，你都没得看。我知。哎，我要偷看聊天室那个，我知道我朋友唱过一首那个高是那个高薪拿修吗？就是鼓声欧虾拿高虾拿像像，响，哎对，哎，那哪挑的瓜虾的是什么？就是那首。哦，同一首。那听到歌声，瓜虾，哎，银嘎嘎，哦，海波浪哎，那个抓电我高兄这个有人讲过哦。没有，好像没有。嗯， OK 哦， nice。我的小超团被拿走了。我的聊天室小超团为什么评审2个那么厉害，还要看聊天室呢？奇怪了。因为我们也没有多厉害。我跟旭元一人一半，感情甲袂煞啦。我下次要用唱的，哈，为什下次要用考用唱的。评我觉得审很厉害，一直偷拿。我觉得用桌子上的小抄是给我跟旭元准备的，哎，虐待来宾，拿走了。对不起吗？对不起吗？这样子旭元要念什么？我又想到一首，有了我还有一首。然后那个乐台，现在轮到乐台，乐台快点，上面有一首看，我来了，最惊艳的，练武功，丢了，哦，哎，含泪跳恰恰，少年无梦不应该，替塞有连龙那是节目。哎，那首歌啊，有啊，温是可爱的如何对耶，对好耶，吧，勉强。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金做是高水啊，淡淡薄手，哎，很会耶！一首歌，天哪，噔噔噔，噔，你们怎么都知道啊？我唔丢，是他的阿宙放给他听的。哦，是我的阿哥就爱听。啊我看买一个。哦，小超，新我杰，有看到一人一半是旺福而已。好，
写一条歌，写你我娘娘。哦，写一条歌，写你我娘娘。现在是评审一定要用，就是一定要唱好了，一句吗不然评审啊用唱的好了啦，评审用唱的，现在哦，放口舌了，变好，是给你不是？是不是爱到无命不知惊？对，好换就完。那个轰动武林，几首歌飘北对林，哦心马对哦手边。哇，拍起拍起，是哦哦，，这首我真的会唱。好赞哦！伟大，我知林心的歌，也要唱是不是？啊，没有，只有评审要唱的。话，上次妈妈唱给我听，我有点忘记了。林心pass 那个蒙阿波亚加起，蒙阿波亚加起。啊，这个 T 三个玲珑里面也会出现，对不对？确实对对确对。结果我不行了，等等，我爸老师救人，你也在唱你的歌啊？我的歌，我哎，干嘛？我爸老叔有没有唱台语歌啊？我回忆一下。有啊，超级好多，好不好超级多，太多反而想不到。火蛇那个在你树上的什么？手机果叫，对对对。哎，对我一直想要抢哪首，但我一直想不起来他怎么唱。哎，还有管那个好像有个女生唱那个 T O O 贝罗呵啊那首是什么？他就叫那一 T 首 O O，其实不是台语啦。那首但是我们不是台语吗？对哎，我们今天可是有出现台语。对那首是什么？这句就可以了，这儿歌就可以了。听我啊，对，他原本就是儿歌耶。对耶不。是儿歌啊。你刚才在想那整首歌是什么？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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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T O O 贝罗呵呵。嗯，二过台。世界第一定，哦，对哦是啦对哦，嘿对哦。嘿嘿，没办法，没办法。感谢小草团。小草团的台语要安怎讲阿妈一大丢，哎呦，蹦康来救救党啊！小超党啊，小草团要怎么讲啊？台语，我要感谢我的小草团。诶，小超这边委员会啊，这边委员会作弊委员会哦，欧贝呵，哎，这个好赞哦，这边委员会，我喜欢。等一下，等一下，好，等一下，我在拖时间，现在是我，现在是我，对对对。对。红车，红车，紧紧我伫遮，若个着我着对你行。我想到那个来来来，那个更 low key 更 low key 哎，更 low key 更 low key 哎，啊，啊，啊，更 low 扛把 key 好像子吗叫更 low key 吧？哦哎，扛把子吗？扛把子吗？可能他叫耿楼 key 是吗也很合理。更 OK 吗？好像叫更 low key 也很合理。这个，更 OK。我看一下，哦，扛把子，行不行？我记得陈磊有首叫《伤心的月台哦，是啊，》，伤心没人在讲，雄心动心的话题，就这样呗。哎啊，哎，可以，中心面出这首，哎，你要学起来啊！对，这是我已经到车站，阮的马可已经红。好，好，刚有人提供一首啦，这首应该只有我有办法。来哦，性命嫌咱这款人活的嘛无意思，但我忘词了，我要唱吗？性命嫌咱这款人活的嘛无啥物意思，家己想家己着着的人听我话，迄一首表示人命璀璨的流行歌，简单着的赛裤网络风上好。哦，我想到一首那个去看老师的 cover，那个啊，那还有跟丹哥那首《新时代》，啊，什么忘词了。加尼亚不和阿南不和，什么什么的，这是雄厚的时代，拢不合你在。哦，对对对，好像对，歌词是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啊，想不起来了，但我听过。 9595是哦，台语的，对不对？你们的对原唱曲，你会吗？我没有。哦，那压力到你身上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月台行吗？月台来，我看买几个。
无眠可以吗？无眠，可以啊，哦，可以啊无，眠要安怎讲啊？无无眠，应该是无眠。无眠，哦，他是无名哈，啊，今仔日月娘那遐尼光，这条过面拢袂当困，亲像迄时的花。好，下一个。好换我。青山来迎花叫，古翠白林音拢叫，来山的姑娘啊，做叫要出家。迄个嘿咻嘿咻来山姑娘要嘿咻，嘿咻嘿咻，超爱这首的，来山姑娘要出家被。出给这个好，我觉得大家太强了，还是我们就承认只要是台语歌就可以的话，我还有那个数量白了真多山头，为着啥你都无看到 ，Let it go。啊，我想起来了，啊，对，回博胜 key，对对对，博胜的出道名曲。但不是我要只会这一首，对啊，他后来还写了超多首的，他后来有成多首。好，我他写的 Lemon 是们要继台语还是？续吗？是哦，但我觉得太强了，真是讲不完，而且聊天室也都知道好多，直接变成大家在交换歌单呢，今天好好赚看哦。对对对，今对啊天好赚。我操！好，爱我你的死，真的啊，美秀集团刚刚都没讲到，哦，等会哦，用电话挂掉，电话on。好，那最后一题就当做是大家共同的胜利大吧，家都很棒，大家真的有都很棒超强的。那我谢谢小们最后超团的帮助，谢我爱你谢们。谢谢我们我这边现在看到聊天室有那个 Magnet 哦，哦，确实有火蛇亲自唱的，是的，对，你在直播还有放给大家听，对，对我实话要放给大家听，非常的害羞，我说我非常害非羞，常的好听，非常的好听。谢谢。好啦，那我们就要进入最后的颁奖环节喽。好诶，好啦加鸡，哎，这个比分真的是更 lucky 耶！非常的更接近哎。诶。对，我其实有准备颁奖音乐。好，我觉得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刚刚那一题的那个玩法好像不太一样。我在想一些，就是只要有出现一句台语就算，好像只有我的游戏内容不太一样，但没有关系。没事没事，我们就是一个轻松好玩，顺便让大家可以偷歌单回去听。好诶，好诶，好，那相当推荐那个火蛇跟伊里的 Magnet， 非常好听的一首台语歌。谢谢。非常好听，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跟选姑连在一起，不了啦，不好意思啦。很好，你们也 Magnet 了刚刚还在讲跟伊利的 Magnet， 现在就在拈花哦，你惹草现在要跟。选股的 Magnet，没有啦对，我们交换一下位置，大家不要乱想哈。好，那个好我们这个这个金光闪闪的奖杯就送给乐坛，你说要贴在头上是不是？我帮你我一个礼拜直播都会贴在我头上的。啊，我就帮你贴上去了哦。好诶，好，你可能要移一下位置，我没办法放太高，它现在挡住你的脸了。可是应该是你，等下是我吗？你的了，应该是哦，他现在是我的，真的诶。真的，它现在是你的太好了了，你想怎样都可以这。样子恭喜！哦，真的诶，好厉害哦，耶传在我头上诶。可以啊，可以啊，好诶，我一个礼拜都会这样播的。太好了。我获得了一个礼拜的免费宣传，大家就会说那个奖杯是怎样啊？好啊，说到免费宣传，好，我们要进入最后这个大家可以宣传的环节啦工商环节。没错，那我们就请好诶，最左手边的序员开始吧。你有什么要宣传的吗？哦，台湾霹雳火台湾独立游戏团队全新开发，用你小时候所看过的8点档改造成全新的独立游戏大作。你是否想看到刘文聪跟主角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在现代社李敬贤会中啊，对，敬贤。嘿，啊，想看敬贤跟刘文聪在新的时代会迸发出怎样快乐的火花？欢迎收看《现代霹雳火》。那现在输入专属密码，没有，火蛇88没有可以享有85折优惠。现在要买要快，Steam 上 demo 都玩得到。我不想快去体干嘛验吧。呢？我不想被厂商告不要。干嘛呢？干嘛呢？除了然后我4月对21号新造型，大家那个推特有解锁活动，大家可以去玩一下哈。如果很闲的话，好诶，可以去留个言，可以去留个言。第圣节台湾霹雳火的游戏哈，是 CD， CD，弟弟，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我们下次应该办一个 T39玲珑的联动，犀利，每个人都扮一个角色这样子。可以耶。好，好哎，旭元还有什么想宣传的吗？啊，那个4月21号有那个我室友新造型亮相，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推特的置顶连结按赞、留言都可以推进解锁过程，然后可以看到就是对我肩膀上这一位是我的室友，那他也有自己的独立造型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谢谢大家。好哎，好诶，必须要诶。好，谢谢我赶紧的把置顶贴文贴过来，请大家务必去马上关注，帮他解锁一下。好哎，好现在立刻转发。那请问hen哥，你有啥物想要宣传的无？哦，进前拢讲吼，hen哥想要做一个唱歌的歌唱室，结果即摆拢在耍游戏，就想讲规矩即摆个来接来耍即个，可能落尾会耍聊天顶，聊天那个耍的哪耍哪配音，算一个配音的实况安尼吼。大家会当关注一下hen哥的频道，hen哥会来耍聊天顶佮配音。落尾嘛是佫会佫规划一场歌会，来甲唱台语歌唱互伊爽啦吼，大家甲关注的hen哥的频道这会大新的信息互大家知哦。没问题，没问题。好，那请大家务必要订阅、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上述的精彩的直播，包含游戏跟歌回。好，那我要宣传什么呢？那个我有办那个 OVC Openverse Challenge 哦，然后那个最近没有看到新的上传，大家如果觉得陈火蛇那个孤单老人很可怜的话，可以帮我上传一些新作品，谢谢。好，没问题，谢谢，真的就是研究，太好了。好，不止强迫人家来铁人三项，还要强迫 OVC 投稿，太爽了。当然，谢谢我一定是用我最好的台语唱一首最好的翻唱。好，没问题。是台语的吗？好哎，不一定啦，其实不一定，要用中文也可以。不一定哦对对对，大家可以用。没问题，我台语很好的，我一定用台语。好，没问题。那我会等你的作品。好诶，好，每天半夜打电话问你做了没。好，没问题。好，那请问月台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吗？大家好，我是月台。我平常直播其实没有那么多大便，但是大家如果干嘛呢？对于轻松的主题有兴趣，可以来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我最近出了一个比较像情境音声的一个作品，然后花了一些钱大家还是来看一下。虽然跟我平常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但可以看一下。好诶，然后请大家订阅，大家都是非常棒的主播。好，喂，啪叽，大便大便。为什么要混大便进去？好，那好，谢谢。那大便不是，不要把这里变成这种地方，我们才刚颁完奖哎。那我们今天这个非常美妙的铁人三项直播就到这边大功告成啦，比分真的是超接近的。那之后有机会我会再我会再邀请其他人来玩台语相关的综艺企划，请大家多多关注我。好，那我们就放大家回家咯。耶！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老苏，老师再见，小朋友同学再见，大家明天大家再见，大家再见，谢谢大家，再会。然后最后就再次感谢今天的斗内。感谢社畜1号赞助，感谢大家的医药费。对，没错，感谢社畜1号的150块和小师妹玄梨的30块，总共180块的血压药。哇，天哪！感谢社畜1号又赞助了150块 ！Oh my god！Oh my god！ 感谢感谢你，感谢啊！会祝你生活充满乐。会使去美游啊！不可以，那个要执照。这有能力了啊！好，那大家再见，谢谢。好，我准备关台了，但是 OBS 还卡。